女生，好，女生小指。那等一下我们在指引的当中，只要有听到乾道提宫就是男生，那坤道提宫就是女生。1909年8月份，普迪新会班方开始向宜兰5行30公里，前到1公，再公，3公，坤到1公，再公，3公，求前人慈悲。求前人慈悲，前到公，坤到公，前人长，前人长，请坐下。各位本人师，还有理想书，还有各位同学学习看和大家早安。前人早安。今天的班是什么班啊？菩提心会班。菩提心会班哦。那你们的菩提心开了没有？哦，开了没有？要开。开了，开了就会笑。所以要开就会来参加班。恭喜，心都开了。所以过去经典曾经讲一句话：人笑心开，树笑花开，对不对？哦，你们开心才会笑，对不对啊？是。开心笑，开心来笑，对不？我们今天大家都得闻性理真传，其实我们的心就开了，但是因为过去第一代圣人所以不敢流传我们今天这三宝心法。其实三宝心法不是叫你在那里静坐，不是叫你在那里修，不是。三宝就是心法，就是我们的心，万法都是由心生，万法由心灭，是不是？是。所以心生万法就生，心灭万法就灭。所以我们今天修道，只有存的一个心就好了，对不对？道心。我们不要很多心的哈，很多心就是故意来的哈。所以只有存着一个道心，这样就好了。所以过去在释迦牟尼佛灵鹫山讲经说法的时候，他上台
坐在那个书里坐，没有讲到一句话，只有拿一束金菠萝花在面前微笑，所以我们都知道因为树尊在起诉心火，所以他没有讲什么话。其实道是没有办法用讲的，所以老子《道德经》跟我们讲，道可道，什么道？非常非常道。所以可以讲的道，不是真正的道。其实我们今天大家能得闻三宝心火，已经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已经开了，所以这个菩提心一开，当然就能得闻心火。所以释迦牟尼佛莲花为相，人相心开，树相花开。所以迦叶尊者以慧心为相，所以两个人的开心笑。那心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得了三宝，评书一组，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什么窍？通天神窍。这个地方叫通天神窍，所以唯有通天，我们才能够了脱生死轮回。没有通天，就没有办法了脱生死轮回。所以，我们今天各位得到，不要再沉迷在一些外来的东西，也不要沉迷于这个人生的七情六欲。当然了，该要也是要但是呢，不要勉强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我们今天得到叫做什么？开心。所以这一组点叫做通天神窍。那口诀呢，叫做通天神咒。通天神咒。所以这个发这经不是讲这是大心，就是大明，就是无顶顶酒，灵就灵如切口，是不是这样的？是。所以我们今天得了就是无上的神救，心情讲一讲不使无上神咒。咱的学堂呢，就是通天心印，通天的心印。这条印当然看出。真的，就像咱一关我有枪支，我有美国的枪支，我会现因遐有我转去条印我要去美国，我就会当入来所以呢，现在三宝就是拢通天的力量，所以唯有这三宝以外，没有什么方法那因为可能今天我们请一位。题讲书题讲书了国际的公民不要做题讲书那要来跟我们大家他们给你生点好的道理，那或许就不要耽误大家了刚才不是说或许10分钟可能就到了对不对那或许也希望我们各位同心前行。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听道理主要你们能够明白真理，那就这样呢，也能够解脱生死轮回那或者就祝我们今天各位前贤大德同修能够欢喜充满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谢谢各位。感谢前人慈悲前道恭，坤道恭，刚讲前年出击。驾，请坐下。
讲师呢，他在过去帮办的岁月啊，从18岁，你看他跟后学说，他从18岁到现在哦，他说他已经50几岁了。后学说你看不出来哦，现在心里面都不敢讲说，哎，真的哈、有修行的都不会老哦。那待会呢，他还帮我们准备了有奖征答，所以要认真听哦。后学刚手上哦，还拿有他哦那个热腾腾的小礼物哦，那个不多，但是就是赠给有缘人，只要你愿意举手，待会小礼物就是你的。那么徐讲师呢，从18岁开始接触到道到现在，其实他一路走过来哦，有很多很精彩的过去跟帮办的历程，待会他跟我们来做分享。那现在呢，他服务于我们高雄的道场哦，在高一博士团还有高师大博士团的学界里面的社会界在做帮办。那他帮办的资历非常的深厚哦。那待会或许就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徐讲师呢，由我们徐讲师呢来为我们做今天他从过去他曾经发生了一场车祸，那被老师带到倚天，具有倚天的整个过程。待会请大家呢就真的细细的来聆听哈、我们徐讲师我们慈悲的这一段特殊的音乐。因为我们上一次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与佛相遇的课程，我们相遇了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可能我们还是在迷惘当中。那徐讲师特殊的音乐，老师带他到天堂去游了这么一遭回来，他把天堂的讯息带到人间来分享。各位好好的把握这一场殊胜的音乐。现在我们请掌声欢迎徐讲师。讲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讲师早安。讲师早安。好，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大家请坐。坐下。感谢讲师慈悲，感谢讲师慈悲。感谢天师的，感谢老师的前人大德。今天非常的荣幸能来到我们这个义和圣堂，来跟大家共同学习。那今天是我们很不容易假日，大家都那么精进来学到，或许非常感动。那也感谢我们前人的慈悲厚爱让这个小后学可以来这边学习。这后学好像比较矮的题目好像要挡到后学，这个没办法动，好像被挡到还可以吗？可以了，可以了。那后学今天呢，就是接续上一次我们演讲师跟后学说。我们上一次的课题叫做什么题目？与神同行，对不对？好，那后学这一次呢，就是演讲师给后学的课题叫做神课那跟贤贤觉得这个题目如何？觉得我们很荣幸这辈子后学非常的看到这个课题其实这是后学定的题目这是后学定。后学先口罩拿下来。这堂课呢，其实这个题目不是后学定的，是有一次我们在我们华严崇德我们仙佛批的庙区叫做神课然后学看到这个庙区，或许就非常的感动原来我们这辈子我们是不是很荣幸我们可以来到道场上学习？那更贤贤要当神不容易，不容易后学就学讲我们老前人白水圣地曾经说过，我们如果有一个读书人，我们在读书，人家称我们叫读书人嘛。然后我们做工，人家称我什么人？工人。那我们做生意，人家称我什么人？商人。那我们修道，人家称我们修道人，对不对？好，那我们这辈子投资什么呢？唯一有一条路可以让我们成神的是学什么？你学赚钱就变成有钱人嘛，对不对？那你读书就变成读书人。只有一个学习一条路可以让我们成圣成神的是哪一条路？就是学什么？学道。所以今天要成圣成贤呢？我们就是要跟谁同行？与道同行。那这辈子我们有没有很荣幸？我们就是有机会求得这个上天的宝贵大道那后学
讲一下哈、候学是在学生时代18岁就进来大场学习。那为什么会进来大场学习呢？是18岁年轻的候学一直觉得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候学就觉得我不想要复制我爸爸妈妈的人生，好像这样过又少了一点意义跟价值。好，那候学呢，就有一天晚上心情就很不好，就在学校的宿舍呢，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就对着天花板，就跟上天对话，就说这样的人生好像少了一些东西。那我很想找一个出路，又找不到，那我就跟着上天表白说，你可不可以安排一位老师或是一位学长姐来告诉我，人生怎么过才有意义，才有价值。那后来呢，那天晚上呢，想完了以后告诉自己，要找到这样的人容不容易？学校的老师会不会教我们？爸爸妈妈知不知道？同学也不晓得，好像没有人可以问人所以或许那时候就告诉自己，万一有一天呢，或许找到了一条路是可以让生命有价值的，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我要告诉别人，人生就是要这样子过才有意义。那后来呢，上天有没有派天使来找候学？有没有派的候学的尹老师来顾我？真的有没多久之后，尹老师就出现了，就在候学的学校的宿舍敲门，敲候学的门。可是年轻的候学并不认识他是天使的，我还把天使赶出去。因为年轻的候学呢是无神论者，只相信外星人，只相信科学，不相信神佛，也不相信那个一些宗教层面的都不相信。所以尹老师来度候学呢，我的室友都答应要求到了，我还跟我室友拉住他，叫他不要去求道。所以年轻的候学就是这样。后来知道道好了以后，后来有努力把候学的同学渡回来求道，那就耽误了人家的意愿。所以年轻的我是这样。那等到候学就是在大场学习以后呢，当然一边学习还是很多的怀疑，很多的问号。就好像各位浅浅，我们今天来大场求完道，以后还很多疑问不清楚，所以才来这边学道、修道、讲道、办道、习道，学修讲办习，这样才可以成道嘛，对不对？那或许在学道的过程呢，内心的疑惑特别多，常常讲师讲一句，我就反驳他3句。那或许想说这样也不行这个人都很高拐，不听话。后来或许就想说我们学道修道不能靠别人，要靠什么？自己。因为呢，讲师也不一定知道我的疑惑在哪里，对不对？讲师也是看书来的，研究道理来的。所以我学当时就告诉我自己说，我每天看完我自己的功课的书，我要留半小时来研究道理。那我打算什么呢？我说研究了1年印证这个道是不好的，我赶快离开了，我不要在这边浪费生命、浪费时间。那万一道很好怎么办？我告诉自己，真道也要如何？真修才会怎样？真诚。所以修道不用靠前贤鼓励，这样了解吗？修道是谁的事？是我们自己的事这样了解吗？不是靠前贤的你在鼓励你才来修道，安东北湖你懂吗？因为修道的路程会不会很多的挑战跟考验？会嘛？所以修道是谁的事？自己的事。当我们知道道真、理真、天地真，道很好的时候，要谁来鞭策自己？就自己。所以那时候或许研究了1年我发现这个道实在太宝贵了，太殊胜了。或许就告诉自己，我再也不用讲师来要求我也不用前跟我讲做什么，我自己要求我自己，我自己告诉自己，不要浪费生命，不要浪费时间。好，就这样子或许是民国80年的时候，或许算是或许应该讲说，或许求道求了3次第3次有印象就是民国74年到了民国80年，或许已经从专科部或许考试考差大，考到中山医的护理系就读。结果在毕业之前呢，或许就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车祸。那在车祸的时候呢，或许躺在中山医的附设医院急诊室奄奄一息的时候，结果哪位仙佛来救我们？我们求道拜的哪位仙佛？济公活佛。那或许躺在那里呢，因为或许的嘴巴裂开，一直出血。那个时候或许已经陷入了昏迷那医生呢就想，我们对昏迷的病人都会做一个叫做突片痛刺激因为拍打已经叫不醒了嘛。那个时候医生就帮候学想到了一个最痛的方法，看候学能不能痛醒，就是他帮候学缝伤口并没有打麻药。他想这样子会不会痛醒？就在缝之前谁来救我的？我们的济公老师就站在候学的旁边，他就跟我说：“等一下医生跟你缝伤口很痛你要不要跟我上去？”那
那时候后学就觉得身体很不舒服，只想离开肉体，就点个头，也没想太多，就跟老师点头好。就老师上1、3楼的灵魂就跟他回去了。回去哪里？礼天。那后学回去礼天的感觉是什么呢？哇，回家的感觉真好。像后学今天是从高雄过来嘛啊，那柯贤贤你的家在哪里？心灵。台南啊，大部分是台南的前线，有没有高雄的？也有哈，还有有没有嘉义的？哦，这样不是台南的前线的，那后学就问各位前线，我们高雄的家、台南的家哦，还可以住几年？像后学已经半百了哦，可能住不到，能够住30年就会很不错了，对不对？请问30年过后不能住，要去住哪里？你猜对吧？哈，这个肉体坏掉了，要去住哪里？一般的人就跑错地方，叫做什么？六道轮回。所以今天好不容易上天降了一条光明的大道，就是什么路？回家的路，让我们找到回家，不要再如何6道轮回。要不要很感恩？感谢自己的因缘太好了，感谢上天慈悲，让我们找到了一条回家的路。好，那后学被老师带回礼天，感觉是回家的感觉真好之外呢，后学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哦。多大的改变呢？就是对真跟假的认识完全不一样了。后学刚不是讲后学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年轻人？自以为是啊，不信鬼神，对不对？只相信外星人，相信科学的人。后学只相信眼见为凭，对不对？后来呢，后学回到天上以后才发现，我对真跟假的认识完全不同。那贤贤，你觉得真假在这个世上容不容易？什么东西是真的？大部分的人都是用眼睛看到的是真的，对不对？那后学放一张照片给大家看哦。各位贤贤，你觉得这个骆驼在哪里？很多前贤直接看到就说啊，就那个骆驼形状很明显啊，是那黑色的地方。各位前贤，其实眼睛常常骗了我们，这样了解吗？因为它是高空非常的高的地方拍下来的，那个黑色的地方不是骆驼，是骆驼的影子。真正的骆驼在哪里？就是在这个白色的地方，这样了解吗？所以呢，后学回到天上以后才发现我错了。我以前都以为看不到的东西都是假的，看得到的东西都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像这个摸得到的都是真的。后来才发现哦，在《金刚经》有没有讲？凡所有相都是什么？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看得到、摸得到的几乎都是什么？假的。那看不到的天堂、地狱有没有真实存在？原来都是真实存在的。灵性看不到有没有真实存在？都是存在的。所以真假不是用眼睛看哦，要用什么？智慧，要用心。所以这个道呢，我们今天不是讲与道同行吗？这个道要相信他的人容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因为他看不到、摸不到，没有颜色也没有味道，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所以要相信他的人，自古来都是哪一种人？圣贤，有智慧的大德者。所以在《道德经》这本经，他说哪一些人呢？不仅相信道，还会报道奉行，还会让生命跟道同行。是哪一种人？上师是哪一种人？有智慧的人，最高等的人，对不对？那另外一种人呢？听完道理觉得好像还不错，可是出去看到花花世界呢，很美好，心就会动摇。常常觉得学道很好，常常又觉得赚钱很好。啊，这种人是属于哪一种人？中士，这种多不多？那哪一种人是下士？大部分都不相信嘛。你说假的3倍定财的被举谁天，对不对？讲这个他是公棒打，是不是？所以这种不相信的人多还是少？多。这种是上士还是中士还是下士？对。所以各位前贤，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大家都是哪一个？上士，对不对？要给自己拍拍手。感谢自己的因缘根基太好了啊！感谢道场成全，感谢灵宝师引进，感谢上天降道。所以我觉得说哦，慢慢的研究道理啊，有一天你发现道真理真天命真了，你会做一件事，你晚上睡觉盖起棉被会做什么事？偷笑。你会偷笑。这辈子怎么因缘福报这么好，对不对？真的就是如此啊！所以后学现在人家说18岁啊，就要做一件让自己80岁会微笑的事。后学刚好18岁进来道场，后学现在不是80岁，我现在天天都在微笑了。为什么？
因为进来跟道同行，跟仙佛同行，我发现人生没有太多时间浪费，我们每天的生命都可以活在高空，更过得更有意义，是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现在50几岁，我每天都在微笑。好像我们旁边的浅显点师们，他们更早在大道道理更久，他们微笑角度一定更高，这样了解吗？我们的生命的光辉绝对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今天恭喜各位浅显，我们真的都是大干净的人。好，那各位浅显看一下哦，这个玫瑰花，你们觉得哪边比较漂亮？左边还是右边？其实呢，这束玫瑰花啊，是后学有一年母亲节我收到的玫瑰花。当初收到它还是很漂亮哦，像左边这么绽放哦，放个几天它就凋谢了，或许把它丢到垃圾桶。那为了拍给你们看，就把它捡起来。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再漂亮的玫瑰花都有什么的一天？凋谢的一天。可是各位浅显，如果一朵花可以绽放、盛开再凋谢，还是幸福的呢？有没有人的花还没绽放凋谢就死掉了？有没有可能？或许就遇到我的学生就是如此。或许的在10几年，或许在弘光科技大学教书的时候，或许那时候是在医院带学生，在彰化基督教医院。有一天又听到医院的广播怎么说呢？他说：“请弘光的老师赶快到急诊室来，你们学校的学生发生车祸。”然后学是跑最快的那一个。那刚好我的学生呢，他明天要毕业典礼，今天回学校参加预演，结果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就被那个酒驾的人撞了，撞得非常的严重。送到我们医院来急救，然后或许看到他的时候呢，他还有点清醒，或许就赶快问他的名字，说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或许还安慰他说你不要紧张，老师在你旁边陪你。然后或许赶快联络学校，联络家长。就在打电话联络到一半的时候，不对了，我的学生他的生命真相一直往下滑，他本来在照电脑断层了，照到一半紧急推出来急救，后来急救没多久就走了。那或许在学校我们读护理都有一堂课叫尸体护理。或许在毕了业上班医院的地点，没有真正帮病人做过尸体护理。或许第一次做尸体护理的对象就是谁？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哦。或许就看到他这个学生哦很年轻哎，好，然后呢躺在那个病床上，身上的衣服都破破烂烂的，都是血迹。然后或许就跟医院要一套干净的衣服帮他换上，把他的点滴管路都拔掉，然后把他送他到医院的哪个地方？开顶尖，陪他走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在推他的过程，或许心里很痛，就好像看到一朵花还没有绽放就怎样凋谢了，就好像一颗苹果还没有变红它就掉了。那当或许看到他的时候，或许内心充满了感恩。为什么？因为或许在之前我发生车祸，或许很感谢上天哦，让或许有重新把生命化缘的机会。因为或许就想到，或许那一年如果车祸，民国80年车祸就这样走了，或许生命有很多的遗憾，这样了解吗？一点都不远。所以或许现在告诉自己，这一次一定要把努力的化缘。各位浅显，我们化缘要找到圆心。我们这辈子修道，我们找到圆心了。那圆心就是什么？就是道。那就要用什么？用我们的修行为伴境，把它化得圆满，内圣外王圆满。这样才不会辜负自己这么好的因缘，辜负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这样对不对？好，那在早期有一位台湾的歌手叫薛岳，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歌？他在得肝癌末期，生命要临终之前呢，他做了一首歌，非常的发人深省，叫做什么？如果还有明天。这首歌呢，或许听了以后很有感触哦，因为这首歌告诉我们，人生有2大课题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呢，我们是不是比他们幸福，比我的学生幸福，也比学业幸福，因为我们都还有明天，对不对？那请问明天你要来投资什么？你要把你的生命转换成什么？我们才不会白来，只是转换成银行的存款。数字更多吗？还是让你的学历文凭更高？还是让我们的财富更多？应该都不是吧？这些都带不回去嘛。所以我们用短暂的生命要如何化为永恒？为我们的生命投在道场，才不会辜负自己。好，有一天生命无常来敲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很潇洒的离开？这2道课题容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耶。或许今年就遇到人生有2个很难过的生老病死，因为年初的或许婆婆就走了。那5、6月呢，或许5月呢，或许的学妹也是我们佛堂的讲师，
43岁得乳癌也走了。那或许在陪他的人走的之前的路上，会觉得很感慨，年轻的生命哦，你看能够潇洒的离开，容不容易？不容易耶。所以呢，学习放下这件事要什么时候学习？它不是那一天才要学习哦，我们随时都要看透人生，随时都可能需要放下，这样了解吗？所以人生是有2大课题，第一个我们要去思考怎么过，我们才不会白来。第二个呢，我们要学习，当生命无常来的时候，我如何让自己可以潇洒的离开，我不会有所挂碍。那这个东西是平常就要学习，就要提升，就要努力，不是那一天来了我们就可以，就生命就有价值，也不是那一天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下。这样讲对不对？好，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把别人的故事当成自己的生命故事，不要等到自己遇到了，我们才要去面对它，是不是来不及了？好，那各位浅浅看一下哈，这个小朋友，我们的人生哦何其短暂，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现在已经老大不小，对不对？以前读小学、读国中、高中，毕了业大学，结婚生小孩，一晃眼呢，忙，一晃眼已经怎样？马苍苍，死也很动摇。好，像或许已经徐娘半老了哈，不小心人生已经走到半百了。所以人的一生都很短暂。这样回头一看自己年轻的岁月，我发现才一转眼哎，是不是？所以人都会变老，甚至有一天会变什么？变不见，是不是？所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所以这请问大家，你要什么时候修道？你要什么时候学道？像后学刚刚讲的，我的学生都来不及变老了，是不是？所以修行就要来如何？每一个我们可以把握的当下，我们就好好把握。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价值，什么时候要想？现在就要想，这样了解吗？后学被老师带回几天了，我整整找了5年，去找如何让自己生命真的不白来的5年，找了5年才找到答案。后学最后会播给大家看，给大家看看。你们现在也开始想一下好不好？人生呢怎么过才不会白来？如果到时候你答案跟后学一样，我们可以怎样？互相拍拍手一下，说我们好棒棒，我们是互相的有缘人哈。那给大家讲一下哦，人生的真实面相哦，为什么要这么讲哦？人生的真实面相就是什么？苦空无常。或许最近呢有一个感触哦，我就发现哦，因为或许常常哦，我应该倒带讲一下，或许发生车祸之后呢，或许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什么时候要幸福快乐？为什么或许会突然想这件事哦？就是当或许发生车祸的时候，才回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呢，怎么设定我幸福快乐的标准呢？我都设定说我将来会更幸福，我将来会更快乐。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呢，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小孩，没有财产，我都觉得我的人生都充满着缺口。这样了解吗？所以或许都觉得我的幸福在哪里？在未来。当我发生车祸，才警觉一件事情：当无常来的时候，我们人生还有没有未来？没有我的幸福设定在什么？未来。可是未来有一天却可能怎样？不会来。那代表后学的幸福怎样？快乐从来没有来过，对不对？这样人生有没有很悲哀？后学觉得太悲哀了，所以后学那时候就开始问我自己哦，我几岁要幸福快乐？我就想，18岁的我为什么不幸福不快乐？因为没有固定的工作，对不对？还没有钱，对不对？那后来问一下自己，30岁有什么？30岁有工作的，对不对？赚一点点钱了，对不对？可是还什么？没有财产了，对不对？请问人到了50岁怎样？有家庭的，有财产的，可是什么不见了？青春不见了。到了80岁有什么？儿孙满堂，对不对？可能财产的里也多了好几个，可是什么没有呢？生命健康。所以你会发现，人生永远有个缺口，对不对？我们永远都看自己什么缺口。所以，请问我们哪一年会幸福？没有一年，我们每一年都看生命的缺口，所以来警觉说这件事是不对的。生命永远都有个缺口，所以要靠什么来补？靠我们念头要懂得知足跟感恩，把它补起来，把那个缺口补起来。所以懂得幸福的人，老师说过，懂得幸福的人，就是懂得知足的人，快乐就是你的；懂得感恩的人，幸福就是你的。这样了解吗？
所以要幸福快乐是哪两种人？懂得什么？感恩跟知足，这样子我们人生的缺口都可以如何把它补起来？那各位贤贤，请问你哪一年要快乐？每一年都要幸福快乐，纵使我每一年生命都有不同的缺口，这样了解吗？所以幸福快乐掌握在自己的在谁的身上？在自己，绝对不要让自己还没有幸福快乐过，生命就已经画下什么句点，这样人生都太悲哀了。好，那所以后学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思考人生如何幸福快乐。那今年突然有一年今年我突然有一天突然想到一件事，我就发现，这个上帝好像跟我们在开玩笑了。你要我们来到人世间要追求幸福快乐可是你却在我们的生命城市里面埋下了破坏城市。什么叫破坏城市？就是这个苦空无常。你却在我们的生命城市也埋下了什么城市？无奈城市，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所以各位浅显一个不修行的人要追求幸福快乐容不容易？不容易啊！因为当这个破坏城市来的时候，几个人招架得住，你的幸福快乐是瞬间都没有了。当这个无奈城市来找你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不快乐？对不对？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是不是也不快乐？所以各位浅显，请问要如何才会快乐？或许就跟上帝这样商量，我就说，上帝你怪怪的，你叫我们来到人间要追求幸福快乐，可是我们的城市里面一点都不完美，这样如何幸福快乐呢？后来呢，后学发现上天这样子造人是有道理的，因为人世间它本来就不是天堂，它要让你在这个无常的人生去找什么？真常。它要让你在吃苦的人生找如何让自己不苦，这样了解吗？所以人生要如何？要气呀，要觉察，这样懂吗？觉悟说不修行的人生，永远要追求幸福快乐，都有什么很大的距离，有很大的挑战。所以各位浅显，在这个无常的人生要如何才会幸福快乐？就要找到真常。好，真常就是什么？找到绝对，找到不变的本体，这样了解吗？不变的本体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内在的佛性，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道。好，这个有一点深度等一下再继续说。所以呢，今天呢，尼采有没有讲参透为何才能够如何迎接任何？你一定要找到生命的源头本质，你才能够去突破人世间的这些苦空无常的表象。好，所以呢，这句话呢是后学从那个苏东坡的《四壁赋》里面找出来的它里面有一段话后学非常的喜欢，也非常发人的深省。他说这个天地从变化的角度来看，它是瞬息万变的，所以呢不成以一瞬，就是说它是不成一瞬间存在，就好像我们的细胞现在跟下一秒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它可能要细胞分裂了好多次了，是不是？所以上一秒的我跟下一秒的我是不是都不一样？所以无法一瞬间存在可是这个天地如果用不变的角度来看它是如何？它的本体是绝对的，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原来我们的生命的本源，我们真正的我是怎样？就像《心经》讲的，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对不对？不生不灭，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呢，如果在这个生灭变化的环境，可以找到快乐，就要从哪边？在变化当中，你要找到一个什么不变的本体，要以不变来怎样应万变，我们才不会被骗的。这样了解吗？我们常常被这个假的蒙蔽了，所以我们会生老病死。是哪一个我才会有生老病死？真我还是假我？这个肉体的我才会有生老病死嘛。所以我们为了生老病死在痛苦是对的吗？是错的，因为人本来就生的那一刻就会死的。所以仙佛讲最大的悲哀不是生死，最大的痛苦不是生死，而是六道轮回。你的生命呢没有找到出口，永远就在轮回当中，那才是最大的痛苦。好，那浅显看一下这个位置我们每天是都在争大位，好，想要人生飞黄腾达。小时候坐的位置，可是有一天呢，争到最后都是哪一张椅子？争到最后是哪一张椅子？都是这个。所以你看以前的江山是谁的？在三国时代是不是魏蜀、刘备、曹操、孙权他们真的很厉害争到现在这个江山是谁的？现在这个江山也不姓刘，也不姓曹，姓什么？
像西洗，对不对？大陆的江山，可是这个位置有没有也很危险？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位置是人生要追求的吗？再怎样也都无法长远，是不是？这边让大家思考，我们要追求什么？所以人为什么要休息呢？问一下自己，就是你对人生的实相，你要有透彻的了解，你才会甘愿坐在这里。因为你知道，不坐在这里好好的学到，当这个破坏城市，当这个无奈城市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跟什么，没有跟上天借智慧，没有跟圣贤仙佛借更高的智慧，你无法突破人生的苦。这样了解吗？所以来跟圣贤仙佛学智慧，超脱这个现象界的假象，我才能够突破。所以以前有一个人叫悉达多太子，他拥有了我们人世间大家都非常羡慕的东西就是呢，他的父亲非常的爱他帮他造了春夏秋冬不同的地堡，也就是我们现在凡人都很羡慕的财富，他都有了，娇妻美眷他都有了。那后来他还是放弃一切出家修行，为什么呢？就是有一天他去游四乘闷嘛，他看到了什么？人生的苦嘛。各位前面觉得老苦不苦？好像或许最近就觉得，老慢慢的真的很苦事茫茫也把苍苍齿牙动摇，有没有？而且以前健步如飞现在走路好像膝盖会痛对不对？那以前发现看眼睛看什么都看得清楚，现在发现老花了，要看就开始要调配眼镜了。所以老苦不死，生老病死都是苦，对不对？哪一个最苦？病是不是也很苦？所以我觉得陪我那个得癌症的学妹那个讲师，在走人生路得肝癌到后面，然后觉得看到真的很不忍心所以我觉得发现这个人世间真的不休息的人生实在太残忍了。怎么说呢？他的身体慢慢的毁坏到什么？肝脏没功能，肾脏没功能，连到最后是什么？连呼吸都没有办法，连吸一口气都很困难，连吃一口东西都没有办法，真的是很痛苦。就是人间的恶轨道，病苦就是这样，人间的恶轨道就现行了。那死苦不苦？不休息的人生更苦。或许在医院上班或许有一天就看到我们的病人面临死亡，或许看到他的眼神充满了痛苦害怕，或许才知道不休息的人生不知道自己人生要去哪里。那一刻有没有很恐怖？太恐怖了。或许那个真实的案例呢，就是有一个40岁的一个妇人，她是肋膜积水，也不是很大的病好，那时候呢，她就插了一个胸导管，再帮她做那个积水的引流，让她呼吸可以顺畅一点。就那天早上交班的时候交往班我去查房，都看到她给她鼓励说：“加油，慢慢的状况不错了。”哪知道没多久，下一秒钟，她那个管路不小心滑脱了。那滑脱了就要重新插管嘛，就不小心那个医生插到动脉，知道吗？插到动脉会如何？大出血，马上进入了急救的模式。那你知道，在医院急救的时候，我们的病人家属都无法在旁边了。或许就看到那个妇人的眼神充满了恐惧、害怕，一直喊2个字，喊妈妈。你看多么无助啊！所以或许那一刻才知道一个人没有好好，像我们是不是很幸福，都知道自己将来要去哪里了，对不对？我们的家在哪里？你1天6天都知道我们要回家嘛？知道谁会来带我们？老师嘛，你至少还知道你的生命要去哪里，对不对？他们很惶恐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呢，我们有很多很好我们的亲朋好友，要不要带他来认识，找到一条回家的路什么时候要认识回家的路？不要等那一天，这样懂吗？因为你回家都爱在炸弹对不对？你回去是可以回去可是呢，天上无什么，无功德神所以我们要趁早休息，来积功累德。好，那后学就常常比喻这个生老病死呢，它就像一条看不到的绳索，看不到的牢笼，看不到的锁链，把我们给怎样？捆绑住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一条破坏城市就在我们身上，苦空无常，生老病死。所以不休息的人呢，你会发现越老年纪越大，这个绳索会绑得越紧。有没有？请问这样如何幸福快乐？所以为什么后来释迦牟尼佛就是悉达多太子，他为什么后来放弃一切出家修行呢？因为他发现人世间的财富、名利、富贵无法来解开这个绳索，无法来突破这个牢笼。要突破这个牢笼，
解开这个绳索，唯有什么？唯有这个道，这样了解吗？唯有这个道才有办法。所以后来他就如何出家修行？他出家修行就是为了找一个解决生老病死的办法，如何将死亡转化为幸福，让生命转化为自由。所以他是不是苦修？经过了5载的参访寻访老师，经过了6年的苦修，后来他有没有成功了？有，他成功了，所以成为释迦牟尼佛嘛，对不对？从悉达多太子变成什么？释迦牟尼佛。那各位贤贤有没有看过释迦牟尼佛的传记？知道他是怎么悟道的吗？好，后学播给大家看啊。听说他是夜睹明星，就是看着星。